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季支持 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79个待命入院，有10个本土病例。一寡本土病例内面有3个是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院区护理师，甲因厝内面的人。目前规间病院的人员拢爱做采检。另外有6个是家己食喜酒群聚感染案。指挥中心表示讲，这家己食喜酒的案件已经造成16个人确诊了。对即马开始，这食道是袂当去甲人敬酒的。另外，第28期的疫苗登记对明仔载开始咯。不过，这4月初一开始，平台会先停止运作。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院区一个40多岁查某护理师，伫病院急诊的甲发烧的体检站做工课，有做过3档新冠疫苗。不过，伫3月2日出现发烧、规分输肾豆豆的症状，去互医生看做采检确诊，CT 值是11。原来因翁婿甲后生嘛拢有去画着，毋过无症状。指挥中心研判，虽然目前感染源还不明，不过接触感染的可能性相对是较悬。3月19号，有接触2位，一位从马来西亚回来，一位从美国。马来西亚的回来的，他的 CT 值就14，那 N 抗体是阴性。那目前暂为就是比较有可能是由这马来西亚回来这个有可能的接触传染的可能性相对最高。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有列18位为风险的对象，目前已经做过 PCR 都为阴性。家己食喜酒的群聚案，即马阁新增加6个确诊者，其中暗号22176是甲暗号21916带做伙的查某囝，伫居家隔离的期间确诊。暗号22039就顶警察因女朋友，也就是暗号22224，即马嘛去画着。另外一人为互证人，人数较侪是退休的校长，暗号22137，伊少年线为互因牵手，也就是暗号22177，甲伊的2个朋友，暗号22225、22179。也阁有22179因同事，暗号22180。因为这个群聚案已经有16个人去画着，指挥中心嘛宣布，为即马开始，食喜酒袂当达到敬酒。起身大家在敬酒，那口罩也就没有戴，然后足桌，那万一有一个确诊的在里面的时候，那相对的容易做一个比较多的一个传染。另外，新冠疫苗医药平台即马嘛伫要退场，指挥中心宣布。第28期新冠公费疫苗医药平台，伫3月23至25开放有符合资格民众医药做第3档的追加社。这个医药平台会伫4月初1停止运作。民众未来若是有做疫苗的需求，都要家己上网查询甲预约。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今仔日伫台北举办的自控自治智慧城市展览，有1名外国贵宾采检确诊，规团8个人拢当日进行居家隔离。这展览是照常举办。不过有人讲，这寡外国贵宾入来到台湾拢无做采检，是派医护人员去到饭店甲因做的。指挥官陈时中解释讲，这届来参加的外国贵宾是用专案的方式入境，因无拒绝采检的情形。由台北市桃园甲高雄共同主办的2022智慧城市展览，22伫南港展开序幕。这届邀请的贵宾有36个国家、76个城市。来参加的外宾，每一个人喙暗挂好，现场完有有红线维持安全范围。只是活动开始前，却传出有外宾确诊。这个展的所有的防疫作为，都是我们跟中央 CDC 还有外交部以及国发会一起。从防疫计划开始，然后每个细节都是我们经过中央地方一起确认的，所以外宾确诊本来就在我们的计划可能范围内。强调会场拢谨慎防疫。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证实，经过台北市联合病院采检了后，有一个外宾确诊，CT 值35，同团8人全部居家隔离，未参加展览。展览也是照原计划进行。不过传出这届来台湾参加展览的外宾，并无落地采检，就带入去饭店。事后由病院派员去饭店采检了后，确认其中一个人感染。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个外宾是采用专案入境的。那旅客或参与的人员并没有拒绝采检的形式，大家也都配合了采检。那讲学校后来因为有这样的确诊，所以大家也会配合相关的隔离措施。强调外宾入境无拒绝检验，但是中是讲虽然有人确诊，不过对社区影响程度真少，只是专案入境是不是会当唔免伫机场采检？陈时中回应，外宾入来一定要依照规定采检，若是采检场所爱看整体安排，由主办单位规划。记者综合报道。
咱国内疫情稳定，防疫旅馆的需求量唔免遐尼济啊。真像6号办医酒店已经宣布讲，对4月10日开始，要退出防疫旅馆，登到一般的旅馆来接待人客。不过，也是有这酒店的董事长认为讲，防疫旅馆的数量也是爱看需求量来做调节的。但是你有那个入境许可证吗？机场的防疫人员一个一个核对乘客身份，随做快速核酸体检。22早起10点10分，头一架为韩国飞来台湾的飞行机严格执行落地采检，结果飞行机顶30个乘客，就有4个人采检是阳性，其他的人是全部送去防疫旅馆做10天的检疫，也佫有其他采检的措施。目前外国疫情也是真热烈，不过国内疫情有较缓和，即马已经有饭店的业者认为防疫旅馆已经出现供应超过需求的情形。入境人数减少的状况下，也是会跟台北市所有的防疫旅馆来去做一个价格上的竞争，所以在这样的条件评估之下呢，才选择回归星级旅馆。台北6号万怡酒店大声宣布，为4月10日开始转换做一般的旅馆，为即马开始开放订房。因另外一间是在地的英德吉酒店，已经开放7月份了后会当订房间。因精华酒店集团因下底品牌一处理是也有提供防疫旅馆的服务。因敢是要缀咧退场，伊是强调回归市场的机制。防疫旅馆的市场已经慢慢不见了，只有捷斯旅有在双北有，各是依照市场的需求。部分旅馆的业者是选择观察一阵啊。旅馆业者表示，防疫旅馆的退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尔。不过边境放令，主动潜在带病入境的威胁，需要防疫旅馆的量能。不过未来恐惊也是爱面临大大减少的情形。目前防疫旅宿有456家，3万间的房间，使用率是大概是44% 左右啦。指挥中心表示，目前饭店业者有提供防疫旅馆服务的，观光局会补助一间房间1000块，不过补助仅到今年的6月底。防疫旅馆的量能除了看补助，嘛要看供应甲需求的情形。入境旅客的济少，也有外国疫情的变化，这些拢是饭店业敢会继续来提供防疫旅馆服务参考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关高类生产合作社有一批高档外金链，也就是咱讲的金针菇，进前去互美国的 FDA 验出讲，这有内面呢有害一种会让害咱破病病菌，要求全部就要回收。消暑甲中华关卫生局接到消息了后，随到合作社稽查，而且也先暂停因的出货。规束的金针菇排规排伫自动化设备测度金部，来外销拢有市场分任一间金针菇生产业者，透过中华关菇类生产合作社外销国际市场，也毋过美国 FDA 网站3月18公告，一批来自中华关菇类生产合作社的金针菇互验出有李斯特菌污染，转属回收。消息传出，卫福部4月4日中华关卫生局稽查人员随去了解状况，佮要求暂停卖出去。我们现在的稽查人员已经在现场，会立刻请他暂停贩售，然后也会做抽验。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会查一下，就是他卖到国外的金针菇是不是国内也有销售。这次我们有赴现场了解了，根据现场业者表示，该批金针菇共有926箱，每箱是50包，那每包是200克。那么其中2箱检疫之外，其他924箱全数外销美国。中华关菇类生产合作社无愿意加讲，只表示已经紧急召开应变会议，佮提出出口进前检验证明，李斯特菌拢呈现阴性。根据了解，合作社只负责出口行销，生产地来自芬林西地的上河农场。这个农场强调产品并无伫国内卖，初步检查出口可能是准期延误，互产品超过保存期受到污染。在台湾这边检验出口的时候都是没问题，我们才会做出口的动作。初步的讨论可能是因为传奇的延误而造成，就是超出了我们那个正常可以保存的时限，然后而造成我们的那个产品受到污染这样。徐秘书表示，当全面清查中华关菇类生产合作社的产区来源，也提醒消费者，李斯特菌只要加热到72度以上，就会当灭菌。金针菇这煮食者就会当免除疑虑。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早起，高雄的自强一路有车路凹落去，而且这凹一坑是愈来愈大坑，是因为边仔新建案当咧做这地下工程，致使车路的路基规个走去，才害这路面破一坑。市政府已经先要求业者停工，也罚因9万块，随派人去把这个凹凹的所在用阿摩托补起来。区公所也赶紧疏开附近的民众。太紧的啦，放遐呢。
警管处长受气未包厢负责人，这个刑警中警案因为施工受会造成所在地高雄自强一路甲83巷交叉口，日透早4点外出现塌凹，而且范围哪大，毋但工地温暖，甲水塔严重起气，连路面拢凹一个大坑，好过一条巷仔的透天住户行到袂害。当然会担心啊，早上看起来这么可怕，很恐怖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深度到8米多的时候，它有一些漏水出来了，因为是水压的关系。那现在等这些水压全部都已经是平衡之后，我们先处理一下。施工人员乌沙种地赶紧踢掉涉漏的地下水。这个建案有计要起地上15站、地下2站，煞伫乌到地下8公尺的时阵出现漏水，监管处判断是地下室。更帮漆仔挡土壁密合度不足，佮外边补强止水漆仔密度不足，造成附近路面土壤老实塌凹，长宽超过7公尺以上。沙质地形，你在开挖地下室，而且水位又很高，所以在开挖地下室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事故。在开挖整个工程的施工的过程里面，他们都要针对这一部分去做一个风险的一个防控。机关处以违反建筑法，对于建案承造人等罚9万，佮下令停工，因为早起落雨的范围继续扩大。为了确保安全，除了上瓦近的透天住户需要强制退离，国公所也紧急通知附近6户务必退离，保证这路段全面封起来，下昼开始对落雨的所在进行涂涂。要毋过预计需要大约3天才会当恢复佮通行。记者综合报道。3月初3大失电，毋但造成灾情，甚至有人因为安尼死来死亡。高雄就一个机关讲，这高雄有一名靠呼吸器伫咧喘气80岁老大人，因为3月初3失电，害移送到病院是被护抢救落尾也是死亡。认为市政府爱替民众讨一个公道。这3月初3停电，认定是人为的过失。桥头地检署也甲这电厂控制室值班主任等3名员工叫来询问了后，认定这3个人涉嫌公共危险罪，虽然是15万交保。台电人员到死者厝来了解情形。高雄前今一个80岁中风长期倒伫床的吴老先生，因为肺炎需要使用居家呼吸器。303全台湾大停电，无欠连功能的呼吸器无法度供应sản xuất，家属求助119也卡袂通。吴老先生不幸伫10点05分过身，事后家属真侪改甲台电反映，台电一直拢无插，一直到议员即阵讲出这个案，台电派员就问了解。那一天那个他们就一直要打119。案件到底是怎么样？死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中间的因果关系到底是什么？来做一些判断。但机办甲台电拢表示会查清楚追究责任，后续相关法律费用会由市政府承担。按国议员指出，除了5架，还有接到其他民众တင်情，厝内使用居家呼吸器也是抽痰机的长照病患，及时送急诊救治。希望市政府关心经济损失以外，也应该掌握停电对这家庭造成的伤害，提供相关的协助。鸡鸭鱼、养殖业、渔牧业都会赔了，我一条人命谁来赔我？你要给民众实质的帮助。303大停电影响各产业甲民生，台电事后检讨报告讲，停电主要原因是电厂人员人为疏失。桥头地检署2日搜查兴达电厂、开关厂控制室值班主任甲相关人员3人，去予检方依照涉犯公共危险罪嫌侦办。认为被告简然、田然及李然等3人均涉犯刑法第176条及第188条等公共危险罪嫌重大，那没有羁押的必要，均分别预支新台币15万元交保。电厂去予人搜查，3个员工接受检方侦讯。台电回应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由司法机关侦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一礼拜外进前呢，台北捷运的台大病院站柜台是雄雄庆祝演来，今日就机关批评讲捷运公司无顾旅客安全，互捷运硬驶过。台北捷运也配合讲，因认定是无安全的记录才会驶过。也若讲到这导火原因是铁机路零件故障，才会造成庆宴的意外。快速要通过磅空，远远看到铁机路有火光，驾驶员赶紧停车，让较远的立刻通报。呼叫去另外一边监控中心回答，不是要求先确认状况，是下令驾驶员赶紧通过。看现场原来有火星一直出来，捷运直接通过，难免让人心惊惊。我们是随时都在掌握现场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依照我们的研判是这个所谓的轨道绝缘设备的一个部分。那依照过往的经验，
实际上也没有安全的疑虑。代志发生伫11，台北捷运往北投的淡水线列车，伫进入台北殡仪站前，迄个时阵月台有真侪火熏，阁有真插片的臭火大味。台北捷运事后调查，发现是轨道绝缘基板无做失效，才致使到事故发生。这个基板本身如果绝缘失效的时候，它就电流会从这个部分经过基板里面的金属跟螺栓，导到这个预埋套筒里面，然后接到大地，产生一个漏电的状况。那这个漏电的状况，因为电流会产生热，就会把这个基板产生烧融的情况。因为绝缘失效，电流通过唔但保护套栓氧气，连基板材料有树冷的部分煞烧起来。虽然台北捷运强调已经超过4年啊，无发生类似状况，不过最近状况真侪，也互民众对坐车安全有疑问。就起火了，对啊，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捷运方面觉得这样是 OK 的，也有可能会希望他们再多检查一点吧。在坐电扶梯的时候，的确有想到那个新闻事件，我想说，万一如果这样往下掉该怎么办？对，会啦，都会想到啦。台北捷运连续发生事故，先是新埔捷运站抢花失速停落来，造成30人失落受伤。即马又出现铁基路导火，公安事故不断，民众未放心，对台北捷运的行车安全加添更侪疑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东方航空的飞行机，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摔落来，附近的监视器有翕到这摔落来画面，是飞行机头向涂骹直落来。就专家认为讲，这看起来是无正常的，无排除是人为调降的。规只飞行机向涂骹的方向冲落来。中国东方航空 MU5735的航班，日发生事故意外，转停敢若5秒钟的时间，画面看起来是真惊人。不过有技师初步的判断，讲这只飞行机的机型是波音737-800，事实真正飞行机看起来是好好，其实嘛无受到损害。伊认为讲，就算是机械故障，不过2粒引擎伫同一个时间交拢点起的几率，实在是无啥可能。如果说大家猜测是双引擎失效的话，基本上它的飞行路径不会这么的陡直，起码它会平飞。以双引擎失效讲，我个人认为是比中乐透的几率还低。也没有动力的话，至少也是一种滑翔的方式，而不会是这种所谓的垂直式的那个自杀式的这种飞行吧。不过波音737-800客机，这些年来是发生未少重大飞安的事故。在过去这16年来，都发生至少16件意外。也若中华航空都捌拄到2件事故。从1982年4月份开始，中国国内航班就连续发生12件飞安的事故，其中上届吃力的一届是发生在1992年11月24日，南方航空一架波音737为广州要飞去桂林，在广西的杨宿关，飞行机是规个解体变甲脆糊糊，加共有141个人不幸死亡，成做中国民航的历史上上较严重的空难之一。也若伫即届东方航空空难发生进前，已经经过12年。伫2010年，河南航空渔村空难了后，都毋捌阁发生重大飞安事故。也若东方航空失事的飞行机，甲咱国总统的行政专机空军1号是同一个机型，国内嘛出现讨论机龄，也阁有飞安的讨论。国防部强调讲，飞安并无虾米问题。飞机的机队维护上来讲，都依照既定的维护的计划来实施维护，所以在飞安上来讲都没有什么顾虑。因为东方航空失事的飞行机是美国制造的，根据国际协议，美国国家运安会已经派一个资深的飞安调查人员负责调查这架飞行机的事故。另外，波音引擎的制造商 CFM 甲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等等，拢会派代表来做技术顾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到达已经到1个月了，美国国防部伫昨表示，当咧和其他国家讨论，要提供乌克兰远程防空系统，也协助乌克兰收集罗西亚军队犯着战争罪证据。美国总统拜登也准备要去到欧洲出席到北约国峰会进前，要和几多个欧洲国家领袖讲电话开会，讨论到乌克兰的问题。俄军伫乌克兰境内，虽然讲攻势有较弱，不过煞咧对几路的大城来伏击，造成真侪平民死亡。美国国防部伫21表示讲，当咧和盟友讨论讲，来甲乌克兰提供远程防空系统的可能，并且指控俄军伫乌克兰犯着战争罪，会来协助乌克兰来收集罪证。We certainly see clear evidence that Russian forces are committing war crimes, and we are helping with the collecting of evidence of that. But there's investigative processes that are going to go on, and we're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We're going to contribute to that investigative process. 美国总统拜登去欧洲参加24个
北约峰会进前，先含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欧洲主要的盟邦领袖来做电话会议，要来研究要安怎协同一致对应俄国进兵乌克兰。拜登了后，佮参加企业活动的时阵讲，俄国的总统有讲，美国伫欧洲有生化武器，这款的指控，这唔是事实。They're also suggesting that Ukraine has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in Ukraine. That's a clear sign he's considering using both of those. He's already used chemical weapons in the past, and we should be careful what's about to come. 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欧盟21通过战略指南，会来组建5000个欧洲军联合部队，要来快速来对应危机。It's not about creating a European army. The European armies will remain, each member state having its own military army. But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closer. We have to coordinate better our expenditure. We have to be able to react. 这份战略指南是欧盟到2030年的一项强化安全防务计划，对行动、投资、合作伙伴，还有安全4大条来组成。也若讲合作伙伴方面，欧盟会含北约组织、联合国这些战略伙伴，也有美国、加拿大、挪威、英国和日本理念相同的国家来做进一步的合作。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民家的物件也等咧起价，这2月通货膨胀已经起到这16个月以来上介悬的，真侪民生物资是贵价买袂落去。因为政府说是讲，罗西亚等咧修正就又起价，才害物件对得起。对20开始也要推出这粮食补贴计划，用初食的食米暂时解决物件上贵问题。孟加拉首都打卡卡庄卡的工业中心法图拉，几多百人伫大日头卡排队，单买较俗的油、扁豆啊、糖这的基本物资。这是政府新推出的补贴计划，并给物资用卡车载去庄卡，每一个家庭限买2公斤。有人一个等待4点钟，因为即马市面上价上伤贵，无牌活袂落去。ডাল, ছোলা, তেল, চাল সব জিনিসের দাম বেশি। আমরা কিভাবে কাম করব? গরিব এখন মরার অবস্থা। থেকে যদি কিনতাম একটু দাম বেশি নিতে আর এই জায়গা থেকে আমি কিছুটা ছাড় পাইছি। ন্যায্য মূল্যে এই জায়গা থেকে পাই。1.7亿人口的孟加拉，物价伫新冠疫情一直抢悬。今年2月，总体通膨率已经达到5.2%，创下16个月新高。官员甲最近农产品价上大起，讲是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有关全球石油甲商品价上。反对派是控诉贸易商敦汇化价已经举行真侪届抗议集会，佮准备伫月底发动全国大罢工。孟加拉商务部推出一项全国性的补贴计划，未来6礼拜为全国7000万的家庭提供平价粮食，一直到在届月结束，拢总有5000万人会得到这个好处。রাশিয়ার সাথে বহির্বিশ্বে যে একটা তেল আমদানি বিভিন্ন ধরনের প্রোডাক্টে যে হস্তান্তর করার ভাষাটা এটা এখন দেশে যুদ্ধকারণে থেমে গেছে, যেগুলো অনেক সময় অনেক প্রোডাক্টে একটু ঘাটতি। আর বাংলাদেশের থেকে যেসব প্রোডাক্টগুলি আসে সেটা তো আমরা ভারত, বিভিন্ন চীন, বিভিন্ন দেশ থেকে আমাদের আমদানি করা হয়。开在这餐点店有的雪莲子会列做第2阶段补贴计划，孟加拉消费者协会对这代志真欢喜。不过，原老民众认为，稻米、豆仔、加糖主要拢是本地生产的，战争暗是伫孟加拉拍，政府无能力，才造成物价这么乱。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一直拢无停歇，咱台湾就一名35岁原住民查甫人，叫做王瑞提，讲要加入这义勇军协助乌克兰对抗罗西亚。19已经去到芬兰，正式向乌克兰驻芬兰大使馆交国际佣兵申请书，经过初审面试，目前正在等待结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哦。那当然，我们会尊重每个人对自己生命做的这个决定。但是，当你要做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的立场是这个不鼓励哦。但如果你要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国人也许可以先打电话跟外交部跟我们聊聊，让我们跟你们说明，就是有关于这个乌克兰现在的这个现况啊。那当然，大家国人要自己做最终的决定，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个国人自己的决定，这个我们尊重。但是政府的立场，我们是不鼓励。
王瑞摕伫面册顶头写讲，伊伫咧台湾做宪兵，表示愿意奉献家己来换乌克兰人的自由。不过，伊也呼吁民众莫去乌克兰做义勇军。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政府对乌克兰提供人道救助，不过无鼓励民众去烧chết。外交部也呼吁政府是徛伫保护立场，无鼓励民众去到乌克兰。根据着台湾民意基金会上届新的调查，共有75.9%的民众认为，目前做兵只做4个月，应该爱增加到1年以上。国防部表示，当咧研究这个议题，也会甲配套措施做好完整。这阵乌克兰后备军人当咧整理武器装备，准备去战场保卫家园。这摆俄乌战争，互国内民众关注咱国防卫力量敢是有够，甚至目前荷兰制作4个月军事训练役，也引起各界讨论。台湾民意基金会民意调查结果，有超过75%的民众认为，咱国荷兰服役至少爱1年才合理。当长一点也不会怎么样，我自己是觉得就是都没关系啦。是为了那个国家的话，是1年是还好，但是个人的话，会比较想要当4个月。会比较偏重是1年吧，因为4个月的话，就是很多都学不到。民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基础，社会上的各种意见都是可以纳入演绎的，包括配套的措施等等。这摆俄乌之战也反映出，战争除了军人，一般民众安怎维持各项基础建设甲民生运作也是真重要。军方出身的国民党立委吴思怀建议，蔡政府尽速推动政军并推。作战不是只有国防部的事。我就建议院长能不能答应尽快推政军兵推，凭证怎么转换，相关怎么负责，这个不是到那一天才做，现在应该先规划、准备、训练相关。委员这样讲也是对的。另外，这摆战争，美国伫中部甲后勤部分和乌克兰协作，有立委观测，咱国甲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在这一方面经常在交流。我们这个都在交流，都在交流，但交流到什么程度，不便在这地方跟委员做报告。副国长表示，咱国甲美国的各项军事合作关系密切，也毋过无方便透露相关细节。副国长也强调，军方有决心，也有能力保卫国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提供予观众朋友一个上新的消息，有一台蒙古籍的货轮，今下晡3点多，伫台中的外海龟甲船起起，而且这船顶有8名船员甲船啊放入引起逃生下。目前有7个人去互救起来，而且拢是印尼籍的，其中有5个人互附近一只日本货轮救起来，另外2个人去互咱的空勤直升机救起来，已经送到病院急救。另外一个失踪的是咱台籍的船员，目前空勤和海巡舰艇正在继续搜救当中。今日检调有去敲无党籍的台北市议员林永明的办公室，是因为这个2018年到2020年期间涉嫌诈领助理费，目前专案会依照着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定罪来侦办。林永明办公室也发出声明表示，强调家己配合调查，也证明家己清白。调查局的人员搜查的任务结束，甲一寡文件提走，离开无党籍台北市议员林永明的办公室。有风声讲，这届搜查是针对2018年到2020年期间，林永明甲市议会诈领公费助理费的事件。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来搜查，而且以被告的身份逃犯林永明，甲姓郭提供人头的3个人到案，专案向贪污治罪条例定罪来侦办。今天是在查什么？面对媒体探问调查的方向，相关的人员是无加讲啥。不过，其实伫2020年年底，林永明就已经互5个助理指控讲已经出现劳资纠纷等等相关的争议。议会的话，满编是大概6个人，然后我们当时是办公室长期下来，其实是只有5个人待在办公室，劳健保费就是可能有迟缴的状态。对，然后还有就是像生理假需要凭证，然后再来就是指纹打卡机嘛，那他确实有设立一个指纹打卡机在办公室里面。经助理指出，迄当阵代志发生了后，5个助理互指控妨害名誉，终基本是无起诉。现在林永明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还阁伫审理当中。实际打电话予本人，并无得到回应。不过林永明办公室有发表声明，强调讲无任何助理费的问题，或者是其他违法的代志。进前劳资纠纷的问题已经说明真侪届啊，而且伊嘛认为讲，若是有心人想要利用检调的听数来影响年底市议员的选举，这点根本就无意义，嘛会造成大众的误解。相信检调会成伊清白。因若最近小连续传出台南市议员蔡淑惠、嘉义市议员戴玲等人，拢若像是有诈领助理费的代志。
检调单位嘛持续伫做调查，希望会当赶紧查明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大学翻新推荐伫今日放榜啊，今年的录取率有到61.81%，偏去年是增加1.49%。不过今年的数学 A 甲自然有较困难，摕到顶漂的人数有较少，致使真侪学生无通过一寡科系标准。当然，这学校招生的人数也无扣满。这3年的，就是好不容易有结果，就很感动。确定录取理想学系，台北市万丰高中学生囡仔陈定武欢喜甲好出来，因为翻新爱拼学测，嘛爱看伫学校的排名。大学精选入学委员会指出，今年报名人数减少，招生名额增加，录取率是61.81%，比去年增加1.49%。万丰高中认为翻新录取的情形比所想的较好。其实考出来，他们有点忐忑。不过后来也是在老师们的一个辅导之下，他们也是尽量去往自己的方向去选填。919个课比去年减少46个，啊，毋过有78个系无人录取。大概今年有7个学系15个课，课业学系数加课业人数拢是0年新悬。大概分析，头部在内6个系采用数学顶漂做条件，动物科学技术学系佫因为数学 A 竞漂加自然顶漂，开出6个名额，一个人拢无招到。今年我们看数 A 顶标的累计人数比去年少了大概将近5000人。那为什么会最后他9个人报名都没有人录取？志愿里面还在比较后面，所以学生录取到别的系去了。数学 A 加自然顶漂人数变少，也影响到第8类学科第一阶段过关。医学系第一阶段拢总330人通过台选，气科学系是73个人。大概医学气科伫学测5测试实施了后，大部分是59至60分。今年医学系57，气科学系56，历年上低。大概认为考题伤难，造成头几名学校招生困难。7月分科测验无考数学1，大概一寡相关学系考试分发的时阵，爱看数学 A 顶漂的分数。到时阵恐惊原来有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郑运平呼吁国家考试应该卖考国文，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今日表示，讲这基本是上界基本的能力。另外，苏贞昌进前伫立法院反质询立委引起正人批评。苏贞昌也讲，伫国会顶头吵吵闹闹，也爱负责任，爱做回来改革，也爱学习进来。这个苏院长，您今天真的心情很不错。我希望呢，以后在我们的国会殿堂的讨论对话都能够如此保持的话，我们会作为一个最好的示范。高金委员对我很好。徛伫台顶，立委高金素梅肯定行政长苏贞昌拄啊对着伊的问题，论当理性来讨论。真正共款的所在，苏贞昌甲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是互相呛度反质询，了后佫讲立委甲官员当作狗来骂时代已经过去了，引起在野党不满。苏贞昌这2天态度大转变，伊讲会好好检讨家己，增加修养。国会询答的吵吵闹闹是应该改革。我也要负责任，我也要一起来努力。那既然辩论死过了，现在就来学习忍耐，这个很难啊，我也不可能一步做大，我尽量啊，请大家多指教，做不好请多包涵。另外，民进党立委郑运平呼吁考试院考选部应该甲国家考试废除考国文。有立委烦恼讲啊，也是安尼，未来公务员的语文能力敢会受到影响。对于古文的应用。其实现在的公文都力求白话文化，然后写一些很文言文的，其实大部分人看不懂。如果使用什么文言文体啊、白话文体，那我们都能接受嘛。比如说萧美琴要去美国当驻美代表，那考她文言文没有意思，她的英文要很好，是在国内国考公务人员考试当中，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个议题出来啊，人员一定要表达一些意见，好不好？语跟文是最基本的，最基本嘛，沟通嘛，对不对？哈。面对立委要求表态，苏贞昌是无明确来回答，敢有赞成，敢若强调各种语言拢爱好好来学习，并且语甲文是上重要的基本能力，也是爱看公务员使用，也是需要倒一种。记者张志雄、彭耀祖、王德新台北报道。根据移民署的统计，到今年1月底为止，全台湾新住民已经超过57万人。也因为新课纲有把新住民的语文列作是国中小必修选修的课程。教育部最近公布包含印尼、越南、菲律宾等7个国家语言的补给教材，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rồi mẹ bị rời khỏi nhà.
平常时拢甲老母急调调的查某囡仔，雄雄知影讲因外妈破病，需要因老母转去越南的厝的甲照顾。这款的小故事是一寡新住民因家庭常常会拄当到的情景。第二代的想他自己的妈妈，因为他妈妈要回去照顾外婆，然后他妈妈嫁来这边也会想他妈妈在家乡的妈妈。那因为这个故事，我想我有看到我自己的那个影子在里面，还有我的处境。这小故事唔但有正大心的插图，边仔阁来斗打文字，还阁是双语的来说明。目的就是望讲要互新住民的家长会当用家己上解熟悉的母语来陪囡仔读绘本，来互因熟悉家乡的语言甲文化。行多狮子，因为像新加坡有没有？新加坡的那个动物是行，所以泰文的行也是狮子。伫个12年的国教课纲内底，新住民语文红列做是国中小必修的课程，所以教育部从106年开始就办理新住民母语教材的相关计划。经过5年时间的研究，上新的成果就是这系列，包含有越南、印尼、泰国，拢总有7国的语言，30本绘本教材。我们运用了相当多对于这个学龄前幼儿他常用的一个词汇，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教材的一个编辑，不只有这个语言的传递，它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知识的学习。无论是生活中常常看到的好食物、物品，这拢是学习要传承文化的一部分。这教材提供予学龄前还有到国小2年的学生，目前已经发放予各地教育局和新住民中心这个单位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对去年1月开始推动声音翕相科技执法，这一年来就1200多件，伫咧新北市的罚单是开了上界多。不过伫同时间出现真侪台测音车着无多判断，环保署也表示讲，这个部分需要改善。看到告示提醒头前有测音侦测处地照相，骑机车也是驾驶人都爱注意，若车辆测音收单伫速限50公里的道路超过86分贝，会互这套声音照相机器翕相处地相关罚3600。环保署去年元旦推动测音车的科技执法，今年开发1216件，通知5114件高检，外9成民众赞成这个政策。环保署表示，刷落来要精进执法。在一群的一个车子里面，那我们怎么去辨识出这里面哪一辆是所谓的高噪音的车子？希望能够以阵列式的一个噪音计。目前只针对协调的单一特定车辆开发，刷落来要开发多车源辨识技术。这摆新北市开发353件，占3成，全国上侪。环保局表示，是布施伫真正较侪改装车出入节点的成效。除了声音翕相，其实早伫106年就实施暗时10点到加长工早起6点禁止使用无经过认证排气管的改装车伫路上咧走，早就会当直接开发。到2月底已经开发28000多件。透过妨碍安宁行为的一个认定，只要我在夜间抓到他是使用这个非认证的排气管，就可以直接开罚的话，这样就可以提升我们整个取缔的数量。环保局表示，实施动车使用无经过认证排气管的改装车拢真差。最近几年，随着认证手牌增加，就需要各用时间核对。环保署表示，地方主管机关会当以测音管制法工具来实施，也毋过改装车无一定代表制造噪音，敢是要扩大到全国，是需要过详细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昨是全台湾农地违章建筑工厂申请入馆的最后一天，各地方拢出现大量送件情形。经济部要求地方政府针对这寡无申请的非法农地工厂，就要甲因切断水电。全国农地违章工程2月到期，各县市申请拢出现大量，其中台中市立馆9156间，刷收到10002间申请入馆，辅导率超过100%。经法局研判，真侪工程藏伫农舍也是仓库这所在，所以当初立馆的名单唔照顶档。我们台中的农地工厂，有些如果用空拍图这样去看的话，有些像是农舍，有些工厂是隐藏在里面的。好，那我们也非常高兴。那这些因为当时
没有被经济部列管到的，那愿意出来来接受政府的辅导。列管所全国第2届的彰化县，较早每个月有30-60件申请，最近一个月收到3000件以上。到尾统计，拢总7914件送件，辅导率达到93.4%。对于一寡县市政府来讲，限期推出稳重数目是意外受益。未来会辅导业者加强污染防治，也加消防公安。根据经济部统计，包括台中市、彰化县、高雄市、新北市、桃园市这21县市，全国有36616间列管，拢总有33152件送件。若对这一直无来登记，会要求地方政府采用强硬的做法。我们会请各县市政府去确认嘛，应登记未登记的，那他们要去查处，到底是会给他陈述意见，会叫地方政府是不是要勒令停工？那如果他没有停工，我们就是要给他断水断电。环保团体认为，县市政府常常因为地方势力工程，较早新起的违建工程、断水电的做法，往往会拖就拖，所以呼吁经济部会当代替执行，唔通互这个立管的做法好头鸟起尾。之前这些新建的，他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落实执法，那这些未来没有纳管的工厂，可能是几千家，那到底要怎么落实？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所以我们一直希望中央政府可以帮地方做代为执行，因为地方会有非常多的压力。吴慧君表示，一寡低污染工程就起伫咧产力，常常以仓库做阿户，政府应该采取集中立管、分区管理的方式，才会当互农村有正常的风貌。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福川内面的动物园吸引真侪游客去行搭，不过因引进的麒麟鹿伫10年以来就甲8只饲甲死去。今日动保团体就召开记者会，因反对福川搁再向外国引进麒麟鹿。将手机放伫麒麟鹿布丁妹的位上头前堆书，新竹绿福川园区内底麒麟鹿布丁妹，今年正月就爬过身，敢若15岁。动物保护团体指控绿福川管理失当，10档以来有8只麒麟鹿饲甲死去，大部分拢活无10岁。它和其他的长颈鹿其实都一直患有一个叫做年转胃虫症。这个寄生虫呢，它们长期耗损所有长颈鹿的健康。导致他们必须不断的服用各种的抗生素、驱虫药来治疗。长颈鹿只要小于10岁就死亡，都算是非常短命的。然后，更何况长颈鹿的平均寿命其实可以高达27岁。动保团体表示，园区内底真侪所在伤矮，环境佫歹，无法度满足侪动物的需求，而且佫有互游客付钱饲动物的体验活动，违反动物的品性。去年绿福川佫再提出引进3只麒麟鹿的申请，动保团体即马要求政府驳回，嘛要求检讨引进动物的流程。新竹县政府就已经启动了动物展演现场的一个营运计划的审查，因为会涉及到它的饲养场所到底适不适合再引进新的动物，它也有做现场的会勘。那包括对于动物运输，也要求业者要提出完整的一个动物运输计划。针对指控，绿福川无提出回应，动保团体批评，因为恶质的居住环境，真侪动物已经出现异常的行为，但是绿福川佫伫有限的空间之下，继续引进生态动物，地处环境愈来愈歹，若是无改善，就引进会造成更较侪悲剧。记者郭军、周军豪、张有水，新竹台北报道。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即马也开始用这个网络直播来分享生活化的台语。协会表示，讲这生活化的运用是学语言上介好的方法，希望会当诱更较侪少年朋友来学台语。你搁顶讲一个？哦好，食饭红毛喙。食饭红毛喙。讲假12对。用做实个假使来讲俗业，消解以前农村社会过生活的宝贝，嘛透过这个物件，互线顶的人知影台语的讲法甲趣味的故事。树叶玲珑果，愈摇愈大声。足侪物件拢已经失落来。这个俗谚语嘛是古早宝啊，像以前昔时贤文啦、古早人的话啦吼，我拢感觉讲，迄足好诶，迄应该吼爱搁了甲推广，爱搁了吼，互人知教互囡仔。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即站开始用网络直播推广台语，逐礼拜拢有无共的主题。希望用生活化、佮趣味的内容，吸引互少年人学习台语。咱用足生活的代志来咧讲安尼，互大家较紧接受，大家较紧学这咱一寡知识啦、常识啦，这个生活中拢会当去学着，安尼包罗万象足好诶。协会表示，对着时代进步，
语言教学的思考嘛爱改变，袂当够只是透过课本的内容来上课。目前因网络直播已经有3改，一开始是15分钟，未来会看网友的反应，才过来调整时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6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